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了位于拉萨市八廓街上的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这个驻藏大臣衙门府旧址呢，是我们话剧八廓街本院里头的北院的前身。然后我们北院里头有一口老井，它是一直贯穿着剧情的始末。然后这口井在我们的剧中就是驻藏大臣衙门为了方便周围的群众用水方便特意修建的。然后我们八廓街本院里头的藏、汉、回多民族的居民，大家都是共饮一口井，同为一家人。我们的八廓街本院讲述的就是多民族的居民，大家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的这么一个故事。我是很长一段的童年时光是在大院度过。大院它里头住着多民族居民嘛，各个民族之间不分你我，非常融洽的生活在一起。谁家做了好吃的，小孩嘴馋，大人都不用出面，小孩直接过去吃就行了。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你我汉族藏族，没有这种了，就大家都是一家人。当时最初写这个就是为了想缅怀一下自己儿时的这种邻里之间的这种温暖的这种氛围。主要还是想表达一下在民族团结的这个大的环境下，拉萨本地人在生活的这种柴米油盐之中，然后和其他民族融洽的生活在一起。今年是次任玉珍当选自治区政协委员的第1年。作为新一届的委员，他将把自己作品里升华的民族团结情和对党中央的感恩情带到会上。我自己是非常激动的，不想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民族团结的作品和其他的委员们探讨一下，另外就是其他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这种话剧发展的诉求，另外还有就是基层文艺工作者，把他们的心声，还有就是人民群众对党的这种感恩情，带到会上。更重要的就是把会上的精神带到我自己今后的作品当中，创作出更多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符合时代需求的这种作品。抖音。